讲到咱台湾对228事件戒严到白色恐怖，这50年来人民受到政府的压迫，至少无人敢替政治受难者发声。一直到1960年海外声援，搁再经过1970年的美丽岛事件，咱也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讲，一直为着人权伫咧奋斗的艾琳达女士的故事。 甲这领白色，顶头有赤红花青叶的礼服展示出来。今年72岁的艾琳达，讲起1978年和拄服刑15年期满，结婚放出来的政治犯施明德结婚的心情。因为我要留在台湾，他也是要就是有一些国际保护了，所以我逼迫不得要跟一个政治犯结婚。那可是我要说施明德，很多女生都爱上他，因为他浪漫的样子什么啊，很多女生爱上他，那我也不能怪他们。 这段政治婚姻，互无共时期的政治犯和当官人士有自执的机会。不如过去当年1979美丽岛事件发生，施明德去互带走，艾琳达也互遣送回去美国。不如过艾琳达对声援海外政治犯的行动要真挂心。伊伫咧1996年摕到博士学位了后，就搁返来台湾，注心伫咧做人权救援的研究。长久戒严法，台湾是对外界的了解很少。 海外救人的人，他比较有个国际观念 ，OK， 他就是认为世界上很多独裁政权都是美国在扶植，叫 puppet 就是傀儡政权了。蒋介石就是美国的一个傀儡政权之一。这些政治事件参与的救援的个人或者是团体，不管是海外或者是国内大家都在这个台湾民主化过程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国家人权博物馆专工经伫咧世界人权日前，从1960年到1992年白色恐怖时期国内外声援政治犯的历史，和真侪相关的重要物件展示出来，希望让众人了解声援人权的行动，其实唔是过期待，即阵咱也抑搁伫咧保卫民主价值的路认。记者阿敏金、陈玉水台北报道。